有别以往治疗血管钙化方式 ，IVL 血管内震波碎石术有着低风险、高效率、精密装置等3大优势，可改善患者血管严重的钙化问题。尤其对于深层钙化的血管，治疗效能也比传统方式来得好。传统我们处理钙化的方式包含有高压气球扩张、切割气球以及钻石血膜术。那这3种都有轻微的血管破裂的风险。那这个新的这个血管内震波碎石的气球呢，因为它是低压就可以了，它不需要高压，所以它就可以避免掉了这个风险。那另外刚刚前面的3种都讲到，它只能处理表浅钙化，它处理不到深层钙化。但是这个 IVL 气球它可以处理到深层钙化，所以它的效能也比传统来得好。IVL 的技术灵感来自于肾结石的震波碎石术，透过特制的导管在低压下释放声波振动，能够高效的震碎深层与表层的钙化斑块，使血管扩张更完全并恢复畅通。震波碎石术它就是一个带有震波的气球，透过这个气球，它可以把震波传送到血管内以及血管的后面，把藏在血管里面的钙化结石全部都震碎，进而使得血管能够完全的扩张，然后让支架可以服帖的放在血管内。林佩医师补充 ，IVL 技术能够协助医师有效处理以往极具挑战的钙化病例，并在改善患者的血管健康之余，还能顾到减少风险。他也建议有严重血管钙化的民众要及早就诊，与医师讨论最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。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。